来，乡亲继续来看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再度来改写着历史。伊今仔日伫世界大赛的第3战，以第一棒指定打击的身份先发就阵，面对着蓝鸟，讲出着双响炮。目前季后赛是累积着11支的全垒打，打败着日本的名将松井秀喜10支全垒打的纪录。良好一坏。 这球扛到了，发炮决定 ，It's gone， 又是一个郭大强，大谷又告诉我们他是 so good 的选手。哇，这个配一个内角高的速球，完全被大谷给逮中。有抓到他的配球策略哦。哇塞，这个成绩看起来完全不像有低潮啊。哦，这一球呢？郭大强。 又被大谷狙击，哇！双方5比5了，你不要不信邪。大谷今天又是4支4的2发全垒打 ，so good！ 哇，这到底在演哪出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大谷翔平全场4打数4安打，2支的全垒打，2支的二垒安打，以及4届刁故意4粒歹球补送，甲1届的补送。 总共是9次就垒，创下着美国职棒149年来季后赛的史上第一个单场9次就垒的空前纪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